这两天就是在8月23日立委罢免案投票进程上尾拜6礼拜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台中市长罗秀燕等人是做伙伫咧台中造势反罢免，因那罢免团体嘛是拍拼咧扫街宣讲，呼吁民众都爱来同意罢免。票投不同意罢免。8月3罢免投票进程最后黄金就话，国民党党兵伫中台湾办大型造势，要着听面对罢免的台中南会严庆兴、江启臣严宽刑。唔是因为讲伊有服务做了好也歹，真简单，政党无共，立场无共，所以甲你罢免。8月23有真侪人认为讲过关啦，过关啦。即马上烦恼的，就是咱的出席率。坚强咱家己，去啊继续留伫立法院，继续来监督，叫伊一定要顾产业、顾民生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带领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手握拢具有领导力，两人互动引起外界咧叫国民党主席的选举。罢免团体是甲民进党换人古井斗阵到市场徛路口，希望争取更较侪支持。后礼拜啦，就是咱投票的日子吼，拜托大家一定要出门，同意罢免。另外一边，伫南投第2选区，国民党立委游好找副林县长张立先，跨县市合体也到市场来拜票。拜托大家为了台湾，我们要罢免不适任的立委。民进党立委王岐川是去新德县，助攻国民党立委林书明罢团，罢免案进入最后阶段，挺罢反罢拼陆战，全力催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